我想找你談談。找我谈谈？我跟你有什麼好談的？你不是已經跟顧七成提出離婚，並且搬出顧家了嗎？你現在對我來說一點用處都沒有。你還是好好担心你媽媽的病情吧。我已經回顧家了。有，比赛開始，加油啊，姑娘們！只要猛力哥動一下，今天的禮物就是你們的。願意呀！好的，各位，怎麼樣，猛力行嗎？我沒問題，這次肯定不動。等。他不动沒有用的，你們硕哥手上沒有禮物了怎麼辦呢？你没有看到那邊還有個大金主嗎？等一下，這是一張黑鑽卡，你们到隔壁開間房，想吃什麼想喝什麼，隨便玩，一切我買單。走的這麼沒有留戀呢？你咋那麼敏感呢你啊？不敏感，掐我！你不是练過肌肉鐵布衫的嗎？说，過來坐吧，咱們聊會兒天。都走了，一個都沒留下。你來幹什麼？你不是去談項目了嗎？不是你們叫我來喝酒的嗎？我是让你來助興的，不是讓你來掃興的，好嗎，大哥？你乾脆回去陪老婆吧。行了，就別跟我提他了。又怎麼了？又吵架了？我的天哪，你們怎麼天天吵架呀？吵什麼架？沒吵架。那怎麼了？哎，说，我問你啊。如果你發現你老婆她的家庭情況跟她之前說的不一樣，你們該怎麼辦？該怎麼辦？不是，嫂子是騙子。騙一個大頭鬼，你腦子裡就二頭肌是吧？兩種可能。那首先他比我窮，沒關係啊，我有錢啊，我給他花了。